上手3分有突，但是這對手親力超過3分，誰人要退手？尚有風骨，一息一位，快要落敗，你咪自大，我樣要大，要 on my son， 沿着我的路，其實我只是一點點歲數。整判你走步。垃圾廢話，交心對話，然後你上當，占卜是漫畫家，如同那插巴，永志老爸。才是血。